G20领袖峰会今日开幕，焦点放伫咧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这个月头人呼吁赶紧停战，和平谈判。美国前总统 Trump 预告今日要发表重大声明。Trump 的竞选顾问证实，就是要宣告挑战2024的总统大位。英国甲法国签约，由英国提供经费，法国当非法移民。另外，意大利研究，伊讲对因的经济有真大帮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薇，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新闻头起先，看大家来看拄开幕的 G20 国领袖峰会。这回峰会焦点是放伫咧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主办国印尼的总统佐科威呼吁是各国爱同心，做伙让战争赶紧结束。法国的总统马克宏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咱拢知影讲，中国常常讲家己偌注重世界和平，不过中国的理念是甲罗西亚较相远，罗西亚嘛较会听中国的话，所以马克宏是呼吁习近平爱甲罗西亚施压，爱罗西亚莫阁拍，赶紧和平谈判。不过习近平是无明确的回应，干那讲因前到大拢是主张爱赶紧停战，伊嘛是无硬讲，敢袂去甲罗西亚讲，所以等于就是有赢那无赢。这场战争的另外一个主角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拍影片，我会甲峰会说明讲战争目前的进度，而且伊个是调讲讲会甲 G19峰会说明，调讲用会议就甲罗西亚踢出 G20峰会。这阵有风声讲，峰会结束了后，侪声明国会发表联合声明来谴责罗西亚入侵乌克兰的行为。到时阵，倒一寡国家有出声，倒一寡无，立场就会当看甲明明。这届巴厘岛 G20峰会主人印尼总统佐科威15欢迎这届参加会议的各国领袖，拄啊主持完东协峰会的柬埔寨总理洪森体检确诊新冠病毒，已经提早回国。佐科威伫开幕致辞的时阵，敦促20个峰会领导人必须赶紧促使拍将近9个月乌克兰战争停战，世界也无需要有另外一场冷战对立的局面。Being responsible here also means that we must end the war. If the war does not end,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the world to move forward. We should not divide the world into parts. We must not allow the world fall into another Cold War. 20个集团成员国包含全球80%的经济活动，加世界2%的人口。这届峰会虽然共同目标是因应全球物价、能源继续起价，不过面对乌克兰战争的危机，对是不是邀请俄国总统普京出席，到针对俄国的制裁，各国的态度拢无同。外界也预测这届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可能性无悬。同款参加会议的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搁再呼吁各国爱向俄国施加压力。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峰会 G20 工作 G19 明顯甲俄羅斯排除在外。За кілька годин говоритиму про це у своєму зверненні до учасників саміту G19 в Індонезії. Це об'єднання дуже вагомих держав. 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5时间法国总统马克宏举行双边会谈。马克宏会谈的时阵，呼吁习近平向俄国施加压力，和俄国谈判结束战争。习近平表示，中国对乌克兰危机主张停战甲和谈，马习两个人也承诺持续推动中法关系稳定发展。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让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利用 G20峰会进行见面会谈。两位领导人讨论的议题当中，咱上界爱注意的就是台湾议题。习近平是强调讲，台湾的问题是中国甲美国关系当中绝对袂当去卡的红线，绝对袂支持台湾独立。拜登是搁再强调讲，支持台海和平稳定，反对任何一边改变目前的局势。这句话嘛代表讲，美国是袂支持台湾独立。另外，拜登阁讲到一句讲，伊认为中国是要遐尼着急来拍台湾，认为中国短期内袂当武力。不过，这句话态度是真保留。咱甲想看卖讲，短期的定义到底是啥？是1年、5年，还是10年？其实咱若阁对美国定甲家己当作是世界安尼的角度来看，美国爱阻挡中国的动武，不过这阵算是含含糊糊。有学者就表示，这回会谈只是会当暂时阻挡美中的关系愈来愈紧张，并无明显的改善。
美国总统拜登向前，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这是习近平自中共20大结束了后头一摆出访，也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了后，两个人头一摆面对面会谈。根据中国央视发布的新闻稿，习近平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袂当超越的红线，强硬表态，献出底线。拜登也召开记者会，佮表示美国的立场。Our one China policy has not changed. We oppose unilateral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by either side, and we're committed to maintaining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s. And I do not think there's any imminent attempt on the part of China to invade Taiwan. 我愿同总统先生就中美关系的战略性问题及重大的全球和地区问题，一如既往的坦诚深入的交换看法。拜习会牵动美中台敏感神经，学者认为这摆会谈是为了替美中紧张关系起一道防护栏，避免局面失控，同意恢复气候变迁合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要访问中国，拢是正面的信息。不过美中双边关系犹原真派出的实质性的改善，尤其关键的台海议题分歧无解，犹原是美中关系一大挑战。美中关系还是回归到原点，就是说，只是把彼此这个紧张关系把它管控住，不要让它继续升级。这是他们见面的一个最大的目的是这样。在这个台湾议题上面是双方关切的重中之重，最重要的目标是避免误判，避免擦枪走火。避免竞争演变成冲突，避免打一场双方都不想要打的战争。随着拜习会结束，总统府也会员欢喜看到，拜登总统佮表示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加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行为。佮一次充分展现台海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共同期待。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朝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这拄主持东协峰会柬埔寨总理洪森确诊新冠肺炎，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甲侪领袖，伫咧东协峰会拢捌无挂喙暗甲洪森会谈，有染病风险。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见面，虽然是笑眯眯握手，不过会谈当中的心理战是无停过。拜登强调讲，台湾的局势若发生变化，会采取行动。习近平是表示，绝对袂容允台湾独立。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首相苏纳克提出新政策，要调悬基本工资10%。另外，阁要补助全国800万户低收入户，逐个月上侪1100英镑，大约4万几块台票。首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这回美国期中选举结束了后，后一场的大选就是2024的总统大选。Trump 是共和党内目前上界明显要参选的人。到时阵若是共和党想要派别人，Trump 的支持者恐惊会阁引起一波冲突。上尾是华盛顿邮报。亚利桑那州的州长是由民主党的候选人霍布斯当选，打败共和党要拼连3任的美梦。这位死去的共和党雷克是 Trump 팀的候选人，伊败选是搁再显示 Trump 要拼总统大位无遐简单。美国的前总统 Trump 自国会大选进前，咧甲支持者助选的时阵，就不时展现家己要选2024野心。顶礼拜就预告美国时间11月15，就是今日要发表重大声明。川普的竞选顾问就证实，这项宣告就是要挑战2024的总统大位。不过，川普这阵是有侪官司伫身。2年前的总统大选，川普到当时也未承认败选。川普的支持者去年正月冲入国会大楼抗议选举的结果。这场暴乱是支持者发动的，也是川普伫咧背后塞人，相关单位也在收集证据。另外，有文件显示，川普是要施压迄当时的副总统彭斯，卖甲对手的票算入去，这可能是违反联邦法律。另外，川普阁牵涉讲，甲支持者募款，讲是要推翻选举的结果要用的，说是用伫咧别位。除了和前2年选举有关系，川普私人徛假超出白宫的机密文件，阁有伊私人偷走税等等的摆代，即阵拢也搁咧拍官司。加上即阵的期中选举，共和党是无亲像预告的赢甲遐水开，川普所选的候选人是侪拢败选，显示选民也是对川普的政绩有挂虑。川普要拼总统的这条路绝对是无遐好行。I'm going to be making a very big announcement on Tuesday
November 15th at Mar-a-Lago in Palm Beach, Florida. 真侪摆明示暗示要回归，美国前总统川普总算要对指控之诉总统大选明确表态。法新社报道，川普已经宣布，美国时间15暗时9点，要在佛州总理坦海湖中园发表重大声明。竞选顾问也明白指出，川普要正式宣布投入选战。不过，就伫前一天，前副总统潘斯表明，无认同川普1日外前煽动群众闯入国会，互伊甲亲人陷入险境的行为。It angered me. I mean, the president's words were reckless. It was clear he decided to be part of the problem. 这是潘斯点2年了后第一摆对川普做出严厉批评。潘斯咧为家己的新册宣传，内容也讲到国会暴动，被问到是毋是支持川普国战二控之诉，也是要参选白宫补助的潘斯回应，可能有更较好的选择。有共款的想法，不只是潘斯。I'm tired of him. He's an idiot. He's unqualified. He's mentally ill. What else do you need to know? Why do people vote for him? That's the problem in this country. 不过，有人期待川普搁选，甚至希望伊甲共和党在连任的佛州州长德桑提斯联手夺回执政权。As far as the Trump presidency, I think that he had America going back where we needed to, as far as developing jobs, finding ways to make us America as a standard again and in all industries. I would love to see both of them on the ballot, Trump running as president and DeSantis as vice president. 选民看法无同，共和党内也有声音，因为其中选举表现不如预期，党内部分同志批评川普和共和党输比赛，已经三进出局。川普是回击，选举出现问题，佮将目标指向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诺，指控伊危害其中选举。另外，川普也面临真侪项指控，包含家族企业炸起国会暴动，伫佛州私人下街处理机密文件等。不过，这好亲像无影响川普国战指控之诉的决心。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辑。美国13暗时是又搁发生校园枪杀案，维吉尼亚大学一只载学生去校外教学的巴士顶悬，形象是有一个学生伫咧车内对伊的同学开枪，造成3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这已经是美国今年第599件枪杀案。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伫美东时间13暗时发生枪击案，造成3死2伤。警方伫代志发生几点钟了后，陆续嫌犯枪死，分别用3项以及谋杀罪加提枪当罪起诉。Two other students were wounded and are being treated for injuries at the UVA Medical Center. One is in good condition, one is in critical condition. 嫌犯枪手是学校橄榄球队员，伫校外教学会场的巴士顶悬向车内同学开枪，3心外学生甲共款是橄榄球队队员。另外2位伤者伫病院抢救当中。学校伫案发了后，马上伫社群网站通知师生秘密安全的所在。Although we do not yet have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motive and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se events, police are investigating as we speak. We will continue to keep the community notified of developments via our emergency alert system and further community-wide emails. 顶礼拜西雅图则发生校园枪击案，当地学生伫半夜上街路游行，要求政府管制枪击，平衡安全的校园。Someone is dead, and this just like keeps happening year after year after year, and there's like no one's doing anything, and now it's like happening here, so it's time to do something. 外国媒体统计，今年美国发生将近600件大规模枪击案，至少68件发生在校园。不过，美国宪法温润有情，各州法律甲民情无同，互枪击管制是真困难。公司新闻牛眼编辑。澳洲东部大雨落不停，溪水是满见1万年的溢出暴旱，当局紧急派直升机抢救受困的民众。对画面当中，咱会当看到讲，大水是淹甲满世界。有一个民众抱一只狗仔去互大水流去，加在直升机是赶到位，甲救起来。澳洲东部因为大雨落不停，新南威尔斯的灾情是真严重，这民众只好密集的厝顶。因为反省用现象，这已经是今年澳洲东部第4届做严重的大水。今仔日的前线直接看，带大家来看非法移民的问题。因为欧洲、中东甲非洲的土地是连做伙的，这中东甲非洲的难民因为生活过不落去，拢会走去欧洲。
毋嘛有较好的环境。有非法移民队对法国北部偷渡，经过英吉利海峡走去英国。英国当年为着安置甲送走即寡移民开销真重，所以英国甲法国双方政府即阵是签协议，英国今年会去互法国贷票23亿2000多万的经费，互法国增加沿海地区巡逻警察，直接对源头减少非法移民偷渡的数量。由非洲甲中东偷渡前往欧洲的非法移民潮，伫2015年前后引起人道危机。那伫各国境内滞留的非法移民，部分也互当地国造成社会问题，其中包括组织伫法国北部加莱海岸的非法移民，伫偷渡到英国前后，拢互法国甲英国政府带来真大的困扰。The Prime Minister has been absolutely clear. I've been absolutely clear that illegal migration, particularly in the numbers that we've been seeing more recently,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外地引用英国政府的统计指出，为法国探过海峡偷渡到英国的非法移民，2018年只有无到300人，2019年就增加到1800多，2020年有8400多人偷渡入境。那伫疫情转去了后的2022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0885人，其中两个部长签订的前2天，也就是12拜六，都有972名偷渡客互抓到。英国指责法国组织不利，互伤济非法移民入境，造成英国政府逐工爱支付2亿5000多万新台票，处理一寡非法移民，也影响地方政府照顾合法移民的资源。根据拄仔出来的协议，英国伫未来一年将支付法国相当新台票23亿2600多万的经费，互法国方面会当增加巡逻能力。First of all, we'll see embedded observers. That means there will be British officers working on French soil, observing the work or working on the ground with French officers to detect and intercept the illegal migrants as they attempt to leave France. 根据2个月计划，查到非法移民了后，警方会为因的身上出示人社集团的证据，为根本上解决非法移民偷渡的问题。公司新闻七家真编译。除了英国甲法国因为非法移民发生冲突，意大利前几天啊嘛因为拒绝难民船靠港，引起国际批评。对这寡情形看起来，移民好像就是人人嫌人人下体大困扰。不过，根据意大利的一份研究资料显示，外来移民甲移工导致因意大利国内农场真侪工课，各行各业有超过60万间的公司甲店面，请拢是外来劳工，对因的经济发展是有极大的帮助。伫意大利中部的农业地区阿布鲁佐，天才拄光，日头才拄出来，但是有一群工人已经自透早4点就开始伫这个农场做事啦。因拢是为非洲北部的国家摩洛哥来的工人，一年来一摆，特别伫农场收成的时阵来意大利几个月，趁钱寄回去帮助厝里的人。I keep just what I need to spend here on food and lodging, and all the rest I send back to Morocco. 农场的头家讲，好佳在有这群摩洛哥来的工人，啊无伊就会真头壳痛，因为伊根本找袂到意大利的工人。We're short on labourers. We can't find Italians who want to work in the warehouses or in the fields. 若是伫庄卡，伫意大利的大都市，嘛有真侪店面请的员工，拢是外来的移工。根据统计，目前意大利的外国劳工有差不多230万人。意大利的各行各业有超过60万间公司，也是店面，拢爱靠这外来的劳工，才有办法维持营运。所以对意大利来讲，外来移民其实是伫经济上非常重要的资源。Me, I work here and I pay taxes. I contribute to the state, and like me, there are plenty of immigrants who pay taxes. 意大利都上任的新总理梅洛尼，伊是极右派，非常反对外来移民的政治人物。几天之前，才因为唔互一只难民的船啊，伫意大利靠岸，甲法国发生真严重的外交冲突，嘛引起国际社会真侪批评。但是事实上，根据意大利研究单位的分析，意大利用来处理移民的费用是290亿欧元，但是伫意大利的外来移民为意大利经济所做的贡献有300亿欧元，所以其实意大利并无因为接受移民吃亏，颠倒是赚到。政治人物伫处理移民问题时，可能爱放下偏见，搁较详细思考看卖。记者甘恩恩编译。社群媒体大公司 Twitter 甲 Meta 大裁员，即阵电商平台 Amazon 风声讲，因为景气歹，公司了钱，大概嘛要裁掉1万个员工，是 Amazon 有史以来裁上济一届。伫真需要大量人手的年底购物季开始的时阵，
电商大厂亚马逊所传出将资遣员工的消息，纽约时报甲路透等外国媒体报道，亚马逊开除的部门集中伫研发智慧语言助理、甲家用监视器等产品部、参人资甲零售部门，有高峰资遣的人数大约1万人，占亚马逊公司大约3%，伫全球员工数占比无到1%。投顾专家指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衰退已经扩及到亚马逊。There's clearly been a massive drop-off in growth that we've seen across the tech industry. Amazon is not immune to that. 华尔街日报报道，这几年亚马逊产品部门当年了超过大票1500亿。面对全球6家的经济甲衰退尾气，亚马逊新任 CEO 安迪杰西去年就任以来，就采取削减成本的经营策略。伫裁员消息见光之前，亚马逊先冻结人手人数，也关掉电子医疗服务、智慧客户中心，取消物流机器人，暂停点电计划等。亚马逊财报显示，第3季营收无好，股价继续落波超过13%。今年以来，亚马逊股价累积起来已经减少41%，是2008年以来上海数字。I think dark times in tech. We're seeing it at Amazon, Apple, Microsoft, and others. The clock struck midnight on hypergrowth, and now you're seeing the cuts across the board. 科技业恐惊真正进入黑暗时期，并且改名的Meta 顶礼拜传出资遣11000多人，裁员幅度超过13%。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以1.4条代票被推脱了后，随即裁掉一半人力。亚马逊前途无好，58岁创办人贝佐斯伫接受 CNN 专访的时阵，头一摆表达将关注大部分的财产作为慈善用途。贝佐斯捌连续4年赢得美国首富。目前身价达到大票3.8条。伫这进前，贝佐斯真少进行公益捐献，目甲马斯克当时列为当生好野人的名单。伊的前某斯考特将大部分的赡养费作为公益，贝佐斯为此承受未少压力。公司新闻张淑君编译。后一届2024年的奥运会伫法国巴黎举办。巴黎奥运代表红仔即阵已经公开啊，是甲法兰西共和国重要象征弗里吉亚帽、自由之帽，加上脚搁穿运动鞋啊，就亲像运动员同款。拍运的红仔是有斗技机。另外，世界杯脚球赛礼拜就要开始比赛，冠军奖杯巡回51个国家，早日已经到卡达。两顶红色足大顶的弗里吉亚帽啊，生出双脚穿运动鞋，还有蓝色的双目，因生出2条法国国旗色水的长的这款来斗搭。身上还有巴黎奥运的标志，这就是法兰西共和国的重要象征。弗里吉亚帽啊，拟人化了后设计出来吉祥物，伊的名叫做弗里吉。拍运吉祥物，其中内底有一只的脚是桃红色的二脚。这款帽啊是法国大革命了后众人所在，伊代表法国的精神，象征追求自由，嘛叫做自由之帽。伊来斗入去这个社会生活内底，艋舺蓝色小精灵，头壳顶戴的就是这顶弗里吉亚帽啊。Puisqu'il représente un idéal, l'idéal de valeurs portées par tout un pays, par tout un peuple, et il incarne aussi pour nous cette capacité qu'on a eue en tant que Français, en tant que communauté d'individus, à faire bouger les lignes, à générer du progrès. Que ce soit des révolutions politiques, des révolutions. Aujourd'hui, il doit être ce symbole de cette nouvelle révolution par le sport que nous entendons mener à l'occasion des Jeux Olympiques et Paralympiques de Paris 2024. 今年44岁，本身就是倾挺激流的国手，3届奥运金牌的巴黎奥运组委主席艾斯唐奎，伊表示讲，弗里吉亚帽啊是会使讲世界有名，伫艺术、市政厅还有邮票顶悬拢看会到，办批到时会来正做纪念品大热销。估计将商品的这个收入20至25%。On l'a vu, on a étudié de très près tous les chiffres des dernières éditions des Jeux. Il y a à peu près 2 millions de mascottes qui se vendent. Donc il y a un enjeu économique aussi qui est
qui est important. 世界杯卡球赛已經來到倒拍算，原本金杯、大力新杯巡迴51國了後，13轉到卡達。法新社報告講，各界的國橋攏煞咧到位，備戰這場史上上屆有爭議的賽事。國際卡總呼籲各界都愛專心卡球，不過真明顯，互當局佇咧對待移工、女性抑個 LGBTQ 的族群的是這個批評的聲浪下，特別是國際特赦組織已經盡調受虐待的移工案。在業者緊急要求國際足總都愛來提出賠償的方案。卡達當局對大部分的批評感覺真生氣，當地媒體也閣批評一寡西方國家是咧激大地。公司新聞黃雲玲編譯。感謝您收看今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蘇眉，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